咱做伙来祈祷。疼痛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今仔日呼召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，也求你的圣神充满阮，开阮的心，开阮的耳孔，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，愿你的圣神来带领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免。毋知影大家平常时伫听兄弟姊妹分享因性命的见证的时阵，也是讲大家伫咧看圣经内面真侪新约的时阵，恁感觉你的感受是安怎？通常拢会真新鲜，对无？迄个人有即款的经历，我嘛希望我家己有。所以有可能咱听到这个见证的时阵，咱会感觉真新鲜。我家己本身是第一代基督徒，过去有一段时间，我每一摆听别人是怎样在经历耶稣、经历即个信仰的时阵，我拢会想一件事，就是想即款代志。毋过我的头壳阁知影，咱所信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。我嘛真清楚知影，因所讲的只是因的经历。我嘛期待家己有一天有相款的经历，安尼我会当信了。搁较坚定，所以每一摆我听这个见证的时阵，一方面我真感动、真新鲜；一方面我嘛会感觉，这个信仰，也是讲我所信的上帝，离我是真近，搁真远。所以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阵，我就在想一件事，就是咱的信仰，咱所追求的是一个现象，还是一个对象？伫今年的3月底的国外主日，咱会当看见真侪教会来举办活动。伫礼拜的中间，嘛有儿童主日学咧搬戏，嘛有献诗。教会伫国外主日的内面所备办的一切，拢是为着要欢喜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国外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国外对咱基督徒来讲是真重要的，因为耶稣的国外，互咱会当得到自由。因为耶稣的国外，互咱知影伊的疼搬过一切，因为耶稣的国话，互咱会当有新的性命，也阁有愿望。伫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的记载内面，耶稣国话的时阵，伫门徒的中间发生一件真趣味的代志，就是伫约翰福音的20章记载，伫礼拜日的透早，天还袂光，一开始是玛利亚，后来是门徒，看到这个门仔口。伊的石头已经刷开啊，所以因知影耶稣过活了后，这个门徒是真欢喜，阁真戆影，彼此分享这件事。也毋过迄个时阵，礼拜暗时，门徒因为真惊，这个犹太人的领袖，所以因就组织做伙，甲门拢关起来。甲门关起来的时阵，耶稣就对因来显现，伫因的中间。来对因讲话。这个时阵，耶稣甲伊受伤的手，还阁有合的，互这个门徒看，当作是一个记号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这个门徒就拢真欢喜。耶稣嘛对因分开，互因领受圣神，差遣伊出去，传主的福音。也毋过，当耶稣来找门徒的时，伫因的中间。减一个人，大家敢知影这个人是啥物人？是咱今仔日经文所读的多马。毋知影啥物原因，多马并无甲这个门徒做伙。我伫读这段经文的时阵，我就咧想讲，伊是伤过悲伤吗？还是讲伊对这个门徒的群体真失望，所以伊无甲这个门徒来斗阵做伙？而且对耶稣国话的这件事，多马所得到的是离手的消息。是安怎讲是离手的消息呢？因为伊无亲身体验，伊无亲目睭看见这个门口的石刷开，伊嘛无亲身看见耶稣伫伊的面头前来显现。所以咱会当看见，当这个门徒来甲多马讲耶稣国话的时阵，伊的反应是啥物？伊讲了落长，伊讲：我若无看见主手中的钉的掠，我就无用指头去摸这钉的yer，而且
伊嘛用手来摸主的血脉，也无伊决断袂信。伊讲遮个落长，看起来拢是伊开的条件。即个时阵，面对一群已经看到耶稣国外的门徒，多马是特别孤单。所以，即群已经看到耶稣国外的人，对一个根本就无看见的，即个多马来讲即个消息，所以多马是真有可能会怀疑的。所以，即个时阵，多马伫即个群体内面，就变做是一个真特别的人，因为干那伊无要信。所以，大家会当想看卖，即个时阵，遮个门徒是怎样看待多马的？多马阁是怎样看待伊遮个门徒的朋友？毋知大家有注意到一件事无？就是多马所提出来的条件，伊毋但爱看见，伊阁爱用指头仔摸着，而且毋是双手的定会掠，阁有啥物？阁有血的空喙的伤痕。所以伊讲遮个落长，伊讲遮个两件的条件拢爱达成，伊才要相信。所以咱定定伫读即段经文的时阵，咱拢会讲，多马是真无信心的，对无？大家拢会用即段经文来骂多马无信心，因为其实伫耶稣门徒来显现的时阵，是伊家己无伫的，是伊家己无伫因的中间。所以大家拢会讲，多马是真无理取闹的。也毋过，咱会当看卖耶稣是安怎来回应迄个时阵的多马。伫经文的记载内面，一个礼拜了后，多马就甲遮个门徒重新来聚集做伙。也伫即个时阵，耶稣搁一摆来因来显现。耶稣因显现的时阵，搁做头一摆，甲头一摆共款的代志，是啥物代志？耶稣因讲愿恁平安。经文无特别写讲为虾米多马一开始无甲遮个门徒做伙，即个部分大家会当放伫心肝内来思考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，互多马离开即个群体？伊离开即个群体了后，伊去做啥物？伊去敲找啥物？所以多马对主国外即件事，伊看起来敢若有家己的坚持。虽然伊讲伊若是无看到、无摸到，伊就完全无要相信。也毋过对我来讲，我相信伊心肝内还阁有期待。伊期待会当亲身来体验主的国活。所以当多马阁一摆聚集，甲遮个门徒聚集做伙的时阵，咱看见主阁一摆伫因的中间。也毋过即摆无共的是，即届耶稣的手还阁有血脉，敢若是特别来互多马看的，来互多马摸的。所以即个时阵，耶稣就主动来邀请多马，将伊的指头仔来探主的手，摸主的血脉。咱会当看见主并无责备伊，反倒转鼓励多马，甲伊讲毋通无信，着信。所以经历耶稣国活的即个多马，伊就马上对主讲：“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”今仔日咱所读的即段经文，毋是甲咱讲，只要咱要求上帝啥物代志，上帝就一定会回应咱。但倒是即段经文，互咱看见，就算讲伊是耶稣的门徒，伊嘛有信心软弱的时阵。也毋过，咱看见的稳定是耶稣搁一摆用伊的疼来滚活软弱的每一个咱，帮助咱的信心搁一摆建立起来。所以，无论是耶稣还是门徒，咱都会当看见，逐个人拢无放弃多马，对无？为虾米安尼讲？因为多马看见主国活了后，因去找迄个无伫因中间的多马，甲伊分享即个主国活的好消息。耶稣嘛无放弃伊，为虾米安尼讲？因为耶稣搁一摆显现，为着要建立伊的信心。用即款的方式来互多马经历伊的国活，所以咱会当看见福音的疼甲好消息是对主来的，
也毋过嘛需要来对即个群体分享出去。过去军队耶稣的图马，伊一定嘛看过，嘛听过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伊一定嘛经历耶稣的大溃力。也毋过即个时阵，伊看起来敢若是完全无相信的人。其实即个时阵的图马，凡说伊需要互别人鼓励，互别人扶持。所以我伫看即段经文的时阵，我袂感觉讲图马是真无信心的人。反倒等我会感觉，伊是需要互别人扶持的门徒。图马可能是伫咧信心软弱的中间，需要互别人来扶持。也毋过，咱会当看见图马虽然软弱，也毋过伊无选择甲家己关起来，伊反倒倒转来团契，倒转来到信仰的群体内面，期待搁较侪来经历国外的主。所以耶稣的显现，互门徒领受圣神，较胜找依赖的爬上帝。耶稣对遮的门徒讲：愿恁平安，互门徒搁一摆来得到快乐，得到喜乐。耶稣知影咱需要看，需要亲身体会，所以耶稣并无讲图马安尼是毋对的。当门徒惊吓、忧伤、软弱的时阵，耶稣反倒转互门徒看伊的双手，佮伊的协力，为着是要建立门徒的信心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若是回想咱家己的信仰的路程的时阵，咱会通知影，咱信主的一开始，一定拢会期待看到遮的现象，看到一寡事，咱会感觉讲咱的信心会搁较坚定。啊，毋过咱会渐渐发现，无论咱伫啥物款的处境下面，有时阵上帝袂照咱所期待的方式来带领咱，也毋过伊一定会帮助咱，伫咱的生活中间的信心搁较成熟。所以咱真有可能伫人生的路站，会拄着信心软弱的时阵，这拢是真正常的。就亲像一个囡仔，伊伫真细汉的时阵，会通过父母互伊的物件，来确认讲伊的爸爸妈妈是疼伊的，对无？你若是问主日学的遮个囡仔讲，爸爸妈妈敢有疼你？伊会讲有。你问伊为虾米？伊会回应讲，因为爸爸妈妈会买啥物互我，伊会互我糖啊等等。啊，毋过当咱渐渐大汉的时阵，咱会通知影，咱的父母互咱的物件是照着伊的疼，所以咱会相信咱父母所互咱的物件，拢是对咱上好、上有帮助的。经文中间主对图马的邀请，今仔日嘛共款，伫咧邀请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做伙经历伊的疼，伊的国活。主的疼是永远袂改变的。今仔经文的落尾讲，无看到就来信的人，是真有福气的。所讲的人是啥物人？就是伫即个门徒群体以外的人，嘛是在座咱所有的兄弟姊妹。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毋是真实看见耶稣的人，也毋过咱每一个人煞相信伊。因为咱是一群体验着上帝恩典的一群人，所以咱才会伫今仔在座的兄弟姊妹，才会伫遮来做伙敬拜上帝。所以伫讲道的大声，我有问大家一个问题是：大家听到别人性命的见证的时阵，你的感受是安怎？咱会感觉真新鲜，咱会想讲咱所信的主是啥物款的主？通过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知影，咱所信的毋若是咱父母的主，咱所信的毋若是兄弟姊妹见证分享的迄个主尔，咱所信的上帝嘛毋若是主日礼拜牧师伫讲的迄个主尔。咱所信的主是咱每一个人的主，是咱每一个人的上帝。所以耶稣嘛邀请咱每一个人继续来经历伊的疼，也佮有伊的国活。对上帝的信心，无法度照着咱家己的拍拼，还佮有努力来得到。所以伫福音书的内面，互贵妇的囡仔，伊的爸爸就对主讲：
我的心无够也，求主来帮咱。所以咱嘛继续求主帮助咱的信心，对伊的信心会当搁较坚定。伫我咧服侍现代大学生的时阵，我发现即摆大学生的问的问题，拢会互别人感觉讲，因敢若就亲像今仔日经文内面的多马共款。我举一个例，这学生会问讲，我就是无经验着上帝，我哪会知影伊甲我同在？也是讲，这学生会问讲，我哪会知影上帝真正咧带领我咧？也是讲，这学生会问，啥物是上帝的呼召？我也无听到声。这等等的问题，可能一开始咱听到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你会开始骂吼，骂这个少年人讲，你哪会遮无信心？你是毋是无好好啊祈祷？你对上帝的态度哪会安尼？要毋过，咱若是停落来，详细来听因的分享。其实会发现，这个少年人因心肝内有一个愿望，这个愿望就是因期待会当真实经历着耶稣。所以，当我看见因的愿望的时阵，我反倒转听见因的问题，我对这个问题是感觉真感动，因为因期待搁较明捌上帝，所以想要明白上帝的同在，还阁有带领。因为因期待会当行伫正确的路，做对的选择，所以因想要明白上帝的呼召。所以信仰的路站，常常是对软弱的中间得到溃烂，对毋信的中间，豆豆仔体验着上帝的疼。所以伫大学的中青团契嘛是陪伴学生行伫这条信仰的路。通过今仔日的经文。希望咱会当真做陪伴多马、接纳多马的教会，因为上帝欢喜咱真做即款的团契，还阁有即款的教会，互多马，也是讲亲像多马即款的人，会当经历阁活的主。所以嘛，期待上帝帮助咱，会当阁较侪较无伊，也求上帝赐予咱信心，还阁有气力，互咱对伊会当得到愿望。安尼，咱才会当伫咱生活中的困难的中间，继续来前。今仔日是北区大专的曙光纪念主日，真欢喜有即个机会，会当转来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我会讲转来，是因为过去伫升学生的时阵，我伫遮实习过，嘛受到大家的照顾。今仔日转来甲大家做伙敬拜上帝，真欢喜，嘛看见充满稳定。伫即个教会内面，所以嘛感谢教会，互我会当代表台北财专学生中心来各位兄弟姊妹分享阮的事工。伫学生中心伫70天的时间，才会当因为教会的支持，还阁有陪伴，才会当伫台湾北区的各校园经营中青团契。咱学生中心主要是七星中会，还阁有台北中会的校园事工部。两边的派部员来组织一个北区大专事工的委员会，来关心阮的事工。目前学生中心有七星中会，还阁有台北中会两边各2位的传教者，这是七星中会的2位，这是台北中会的2位。另外，阁有2位专职的辅导，还阁有行政的同工，另外是负责网络社群软体的同工。伫北区大专，阮总共有经营17个中青团契，其实阮嘛有甲本庄的大学的校务来合作，所以做伙参与团契，阮陪伴的学生嘛超过300个。嘛真感谢上帝一件事，就是伫这5年的中间有27位团契的学生伫教会内面接受洗礼。所以学生中心伫大专牧养的事工，咱会当看见有查经班、有读册会、有升学的课程来做学生的门徒教育，上时嘛有辅导的陪谈、祈祷会、灵修营等等的方式来关顾阮的学生。嘛有同工的训练、团契的经营来做装备，或者学生会当有服侍的能力，
无论是伫咧团契，还是伫家己的教会，会当搁较好来服侍上帝。所以学生中心校园宣教的事工，毋若帮助咱教会青年会当伫大学的时期来继续坚固因的信仰。我嘛期待这基督徒的学生会当成做校园福音的种子，帮助搁较侪人来认捌福音，群对耶稣。所以学生中心的事工，除了需要这辅导同工部长来拍拼合作以外，伫经费的顶面嘛需要大家来支持关心。阮今年度需要的经费是350万，这350万的中间有包括部分传教者的人事费130万，也佫有事工费220万。望通过今仔日和大家来分享学生中心的意向。嘛邀请各位兄弟姊妹做伙参与伫校园宣教的事工，因为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奉献、支持，还佫有代祷，都会当陪伴一个少年人的性命。所以嘛，愿上帝的恩典加倍赐福，互咱众人，坚固咱众人为着上帝国所做一切的工。即时，请咱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阮软弱的时阵，你陪伴阮，嘛坚固阮的信心，互阮对你的信会当搁较坚定。求你嘛赐福互阮的教会，互阮会当成做陪伴多马即款人的教会，还佫有团契。愿你继续帮助搁较侪人会当认捌你，经历你的国话，经历即个愿望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